神仙姐姐劉亦菲自從主演劇集《玫瑰的故事》播出之後，已經相隔大概1年冇新作品推出啦。近日終於傳嚟好消息，佢同井柏然主演嘅奇幻劇《南煙齋筆錄》被雪藏7年之後，終於逃出生天啦！盛傳將會喺下個月上映。據知《南煙齋筆錄》2018年中殺科之後就冇後續，原因係劇中嘅男二曾經演出《羋月傳》嘅趙立新喺社交平台發表咗不恰當言論，結果被列為劣跡藝人，令到呢套劇上架遙遙無期。鑑於投資方唔想歸零，損失慘重，早前終於諗到解決辦法，就係利用 AI 後製技術換面，將趙立新全部被消失。而早前劇照釋出之後，唔少網民已經俾劉亦菲嘅旗袍 look 同埋井柏然嘅貴公子造型所吸引。另外，劉亦菲近日亦都專程飛到去意大利西西里島出席活動，同 BLACKPINK 嘅成員 Lisa 同場。佢 upload 嘅2輯靚相亦都大獲好評，分別係着住休閒嘅深色碎花裙，以及高貴嘅香檳色低胸連身長裙晚裝。大家又覺得邊個造型靚啲呢？